耶和华至大，应该大大得到阿乐，就是伫咱上帝城，伫伊圣的山。兄弟姊妹平安。三甲来吟诗，圣诗307首，当圣神伫我的心。请起立。请犹原徛伫，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去试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。代代无尽，阿免。续接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入内受苦，死十字架，死埋葬落冥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就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用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请坐。三甲来启应。启应文第6篇，记载伫诗篇16篇。启应文第6篇，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。我捌对上主讲，你是我的主。地上的圣道实在真尊贵。一声去对别个生命的人，一定加添痛苦。我毋参与因的献祭。上主，你是我的产业，我的福杯。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。
我要称赞甲是我的上主。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，所以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。因为你袂互我放撒伫阴间，这声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。伫你面前，我有满满的欢喜。三甲额头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带领阮来到2026年，但是新的一年犹原有非常大的挑战。战争是即马全人类的心魔。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持续3年未见结束的热枪，数十万人民失去亲人、家庭正常的生活。今年的年初，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突袭，掠走独裁10多年的总统，当地局势动荡未见平息。接下来，伊朗爆发示威，数千数万人互掠走。美国甲以色列伫一边虎视眈眈。伊朗背后的中国、俄罗斯更加伫后壁咧偷看。就连美国甲欧洲遐尼友好的盟友，嘛因为一块格陵兰的土地，为着彼此利益，气氛紧张。除此以外，金融贸易也是另外一片的战场。人工智慧的发展，互股票一飞冲天。但是美国甲中国的互相制裁，美国对全世界国家发动的关税的战争，影响着数千万人的民生家计。无人知影这个股市的影响是毋是会一瞬间化作泡影。现今的混乱的局势，都亲像上帝当时拍乱人类的口音，互因无法度合作。主啊，关伫台湾身处要害，无人会当为这场战争当中脱身。所以求你今仔日开牧师的嘴，开阮脑中的智慧，透过巴别塔的教示，带领阮伫这个动荡的世界，保持信仰，自始自终做上帝忠诚的兵丁，拒绝游戏，走过试炼，欢喜迎接上帝国的来到。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恳求，阿门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恳求你听我求，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恳求的声。俄勒请圣歌队，因今仔日要唱的诗歌是《因欢喜上赞圣歌》。
感谢圣歌队真水的歌声，这是三甲内恭托上帝的话语，记载伫圣经创世纪11章第1节到第9节，创世纪第11章第1节到第9节。迄时天下的口音、言语拢一样。因刷起当时的时阵，伫色拿地拄着一片的边洋，就住伫遐。因大家参详讲：来啊，咱着做庄，烧互伊食。因有庄通退石，阁有石油通退灰土。阁讲：来啊，咱着起城甲塔，塔顶拄天，为咱立一个名，免得咱四散伫全地。耶和华降临，要看世间人所起的城甲塔。耶和华讲：看啊，这个百姓拢合一，言语也一样。现今已经起手做即个事，以后因所要做的无一项会禁止。来啊，咱落来去，伫遐拍乱伊的口音，互因的言语逐家袂相通。就安尼。耶和华互因对遐四散伫全地，因就停工，无起迄个城。所以迄个城名叫巴别，因为耶和华伫遐拍乱天下的言语。耶和华互人对遐四散伫全地上。讲到正大牧师，两兄弟大家平安。我毋知影咱有一种拍招呼的方式，你有听过无 ？Give me five，Give me five， 安怎拍招呼？安尼啦吼，好，咱甲咱头前后壁迄个姊妹，你甲 Give me five， 但是讲平安哦，祝福平安哦。平安不只是嘴咧讲，咱嘛应该有行动。而且平安伫希伯来文的沙龙来讲，伊不只是遮简单平安两个字。沙龙伊的平安是包括上帝祝福咱大家，而且迄个祝福是完全完满的。安尼上帝祝福有好无？有吼，真好。伊旧约圣经有记载着一个咱咧讲精彩绝伦的故事啦。这个故事就是今仔日咱所要讲到的巴别塔。圣经记载伫创世记11章这个所在的时阵，有讲到讲，这个地区的人因为生团多，所以因想讲，咱莫四散去，咱来起一个城，甚至这个城的中间，咱来起一个会当拄天、透天的塔。所以规个故事，咱会当对拿阿大水了后开始来看，上帝祝福。互拿阿全家拿生团拿济，佫有印象无？圣经甲咧讲拿阿的大船，伊尾仔停伫倒一粒山顶，有印象无？有人讲亚拉后壁咧，亚拉拉，嘿啦，亚拉拉山。所以伫咱的经文咧讲的，就是讲当大水伫遮。消散了后，拿阿因全家就对亚拉拉山这个地区生团哪来哪济。所以伫咱大多所看到经文的中间，讲实在话，这个人不只是人生团做尔，开始嘛有人哪来哪无听上帝的话，所以因想要伫遐起一座城，搁一座塔，通好互大家知影讲咱有偌厉害。讲实在话，建一座城，甲建一座一款的关塔，这批人的目标真明确，因的思想思考足一致的，佫有计划，而且因有行动力。这个行动力，互因一步一步来展开起城，佫起这个塔。但是，这款人想要透过起造一个通天的关塔，来彰显出家己的本事。家己的能力、家己的名声的时阵，这款的出发点、这款的态度，上帝有看到。所以伫创世记11章安尼甲咱讲，迄时天下的口音、言语拢一样。
希伯来文甲用中文直接翻译叫做全地只有一种语言，多说一样的话。所以口音言语是咱台语汉语本安尼翻，中文和合本这边是语言甲话啊。但是讲到语言，伫希伯来文伊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喙唇。所以咱共一支喙讲出来共一个话，但是这个话，伊除了话语以外，还有事件、有代志，甚至故事的意思啊。所以咱通看去，圣经里遮咧甲咱讲的是讲到讲当时。伫即个新纳即个所在的人，因具备着一款会当互相团结合一的基础，就是讲同款的话，讲同款的事啊。所以当一批人因讲着同款的话，讲着同款的事的时阵，其实咱若小可对历史有一点仔了解，不管是伫中东一寡较古老的民族，还是全世界有一寡较古老或一款较古早的民族。因通常拢有一种的传说，即款的传说就是淹大水的故事。所以有当时咱若对圣经到遮的记载，咱就通知，因为因有同款的祖先，因就有同款的记忆，有同款流传的故事落来。所以伫即款的基础的内面，经文安尼继续甲咱讲，因刷去当时的时阵，伫新纳地拄着一片的平洋，就住伫遐。因就住伫遐，所以这个新纳的地，就是咱正所讲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所在。过去不管是巴比伦帝国，过去不管是波斯帝国，拢伫遮来展开因最即款的国土。所以那的后代就开始往东边来迁徙到美索不达米亚这个所在来。所以伫这个所在住伫遮的人，想要去做这个关塔。的目的非常清楚，所以才咧讲来啊，咱就起城甲塔顶拄天，为咱立一个名，免得咱四散伫全地。安尼有好无？你看咱进台湾，乡村庄脚哪来哪少人，大家拢往都市来住。你看都市医疗也好，交通也方便，安尼大家住做伙有好无？有吼。这是咱人思考的方面啊，但是咱通知，当人想要建城留名，想要建塔来彰显家己的丰功伟业的时阵，上帝甲咱讲 ：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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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因为上帝透过婚姻、透过家庭，要祝福人生团多多，分散去管理世界的万米啊。但是进全世界拢有人啊吧？应该有人吼，除了咱咧讲的北极、南极，较少人有一寡特别关山以外，普通的地区国度应该充满人啊吧。所以咱通看伫过去上帝伊所要祝福西团济，通好去管理世界万米的心意，甲咱来看，哪像有安尼成，安尼成就啊？但是咱爱知，咱所看的经文是去到几啊千年前的时阵，迄当时的人无遐尼侪人。上帝的意思嘛是毋茫讲咱生团多，通好分散去世界各地去管理万米啊。所以上帝伫遐定义要扰乱人的言语，互人分散去无共款的所在。嘛因为安尼，这个地区、这个城，人就甲号做巴别，因为巴别原本的意思就是混乱，来纪念这个事件。上帝话安尼甲咱讲，来，咱做伙来读。人心内有做计谋，独耶和华的旨意才会稳当。来，咱搁读一遍。人心内有做计谋，独耶和华的旨意才会稳当。咱通看去巴别塔的计划本来非常的成功，遐个人有组织，遐个人有起这个塔的技术。遐个人的行动力非常的有够力，但是当人手中所做的工，若是甲上帝的心意无共款的时阵，若是只是简单换来一张空做白工，安尼可能还好哦。但是人的心意，人所做的工，若是要违背上帝，甚至得罪上帝，自行不义、自取灭亡的时，
若是安尼，咱人家己的心意，咱家己所想要做的事，咱得爱家己小心啊。因为巴别塔的事件，上帝伫迄个中间，互人的语言混乱掉，互人加速分散去世界各地去啊。但是，即款讲到无共款的言语，即款的事件，其实伫新约圣经内面嘛有记载着。恁有印象无？新约圣经伫什么款的所在、什么款的事件有记载着？上帝的圣神充满的时阵，互人的语言讲出无共款地区即款的语言出来，有印象无？啊？清清楚楚，但是大家声拢变大声，所以我拢无听到。什么事件？五旬节哦，是啊。伫使徒圣经、使徒行传第2章安尼记载讲，耶稣要离开世间的时阵，捌应允门徒，圣神要甲咱同在啊。所以咱通看去伫使徒行传的第2章，来，咱搁做伙来读一遍。五旬节的期已经到，因拢聚集伫一所在。忽然对天有声，亲像大风在吹，充满因所做规间的厝，就有地分开会出现，互因看见，亲像火的子，飘伫达人的顶面，因拢受圣神充满，才开喙讲别样的腔口，是照圣神所想使因讲的。当圣灵充满的时候，这些使徒门徒们讲了不同地方的语言，但是他们彼此听得懂。伫上帝创造起初，上帝就是用话语的大能力来创造这个世界、这个宇宙。创世纪第1章甲咱讲，上帝圣神就亲像风运行伫水面上，这个新的世界、新的宇宙就安尼来成就了。同款伫五旬节这一天，忽然对天有声安尼落来，亲像一阵的大风吹过。圣神这个时阵，又搁充满伫门徒的中间，要开始一个新的世界啊！所以当门徒去互这圣灵、圣神充满的时阵，因得到对上帝来的能力，因就开始遵照主耶稣所讲的吩咐，去甲全地、全世界去传福音啊！根据《使徒行传》的记载，当圣神动工的时阵，门徒捌伫传道的中间，一天内面，互3000人来领洗礼。一天互3000人领洗礼，安尼有做无？有吼。但是我毋知咱捌听过迄款的新闻、迄款的消息无？最近的20年，伫非洲迄个所在。当有一寡足特别的聚会时阵，因会当组织几啊千人、几啊万人，甚至几啊10万人做伙伫遐咧敬拜。伫一暝的中间，伫一个暗暝的中间，会当有几啊千人，甚至上万人各自要信耶稣、领受洗礼的记录啊！所以咱通看去，教会伫全世界，互遮的一批搁一批门徒甲基督徒分别建立起来。所以上帝透过即款无共款的语言的恩赐甲祝福。互教会就亲像过去的人共款生团坐坐，去伫全世界无共款的所在，将教会来建立起来。这几千年来，伫无共的世代、无共款的地点，不断地发生一寡新假技术。这些新假技术伫无共款的世代，一遍搁一遍，互人安尼来讲，互人安尼来做见证，互人安尼甲记录落来，成做上帝荣耀的记号。上帝荣耀的见证啊！但是真可惜，这款的新假技术，侪人无愿意相信。所以这新假技术带人来相信上帝，嘛互人无相信。在你相信的人，因看到这新假技术无拄发生伫家己的身上，听到看到的时阵，因就感谢上帝，会当有一款特别的恩赐、稳定甲祝福。奇妙的事，伫无共款的世代、无共款的所在，不断的发生。这些事拢咧提醒咱，圣神的讲有百种，有百种的奇妙，有百种无共款的能力权柄会伫咱的中间发生。但是无相信的人真简单，想袂通，不可思议，甚至有的人嗤之以鼻，无愿意相信，就是无愿意相信。
巴别塔的事件是安尼，五旬节的事件嘛是安尼啊。甚至像咱过去捌讲过，我捌听到的，你甲上帝徛伫我头前，互我看，我就相信。你将上帝徛伫我头前，互我看，我就相信。问题咱来想，真侪神迹奇事是安怎发生的？拢是因为人拄着非常艰苦的事，非常病痛的事，后来圣神的感动充满伊伫忽然之间出现遐神迹奇事。问题是，敢讲咱一定爱拄着什么无好的事、困难的事、艰难的事，得甲咱的目睭青迷，咱来拄着即款的神迹奇事，咱敢要相信吗？咱若一出事的时阵，咱的目睭好好，每一工会当看到日出日落，安尼毋好吗？有的人可能会感觉讲，我甲无看到什么人迄款的摆卡得到医治，我就毋相信。但是敢讲上帝互咱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出生的时阵，好骹好手，安尼毋好吗？甚至可能嘛有人讲，当我祈祷上帝愿意帮我成就，我就相信。我要安尼，上帝帮忙我；我要安尼，上帝就帮忙我。安尼我就要相信。但是咱来思考一项事，咱若叫上帝安尼做，伊就安尼做；咱叫上帝安尼做，安尼上帝就去做。安尼到底上帝是神，还是咱是神？所以有当时啊，当咱咧想即款的事的时阵，咱通好做一个比喻，咱家己来思考一下。一只细甲只的狗遐，一只细甲只的狗遐，伊也无法度来了解咱人咧想啥做啥物。是安咱人会想要讲，咱要了解上帝是啥物，咱要研究这个上帝到底是啥物咧？狗遐无法度了解咱咧创啥想啥，是安咱要想要了解上帝咧想啥创啥？咱通看去，连咱所徛起这个地球、这个世界有真侪代志，咱都想无，咱都抑阁有足侪奥妙，咱都抑阁想袂通诶。何况咱要了解规个宇宙，甲创造这个宇宙的万能上帝。所以真古早有遐尼侪人，有遐尼侪见证人，拢甲咱讲到因的经历，拢有甲咱分享过上帝奇妙的伟大。是安那咱听到看到，抑阁毋相信。就亲像我相信咱中间有一寡兄弟，嘛捌听过慈恩师母伊捌拄到的神迹奇事，我家己捌拄到的代志。当阮家己捌拄过的时阵，阮相信。但是真正感谢上帝，若毋是遐个事。有可能阮真嘛是懵懵渺渺，但是咱通相信，阮所讲的遐个事绝对毋是好事啊！咱一定要经过迄款的艰难、迄款的痛苦，才要来相信上帝的存在嘛。所以咱毋通用咱有限的知识，想要去了解无限的上帝啊！就亲像过去，凡是咱中间嘛有人捌听过吧？我相信的是科学。我相信的是遐有法度实验，有法度验证出来遐个代志。是啊，科学，什么是科学啊？过去几百年来，不断有迄个年代所相信的科学，到后壁去用更新，去用修改，甚至去用推翻过。过去足侪科学的论述，不断去用后世代的人修改、更新，甚至去用后世人的。世代的人甲伊推翻掉了。若是过去的时代，遐个科学拄着遮个事，敢讲咱正所相信的科学，以后的世代的人袂甲咱推翻掉吗？所以咱通看去，这几啊千年以来，不管经过偌济人对上帝的挑战甲批判，圣经不管拄过偌济人的质疑甲无相信。这几啊千年来，咱所看到的遐提出挑战甲批评的人，一个无去啊；遐提出质疑甲无相信的人，一个无存在啊。但是上帝的话依然真理，圣经依然存在啊。甚至咱看到圣经互翻译过，可能咱真正嘛无法度了解算袂清的语言，传到全世界去。基督的教会互建立伫世界每一个角落啊。所以，对于不相信的人，可能伊家己抑有另外一个疑问：
若是咱看到，既然上帝知影人，有人会袂相信你，有人会骄傲自大，有人会自高。若是安尼，创造人要创啥物？创造人要创啥物？创造人不是自找麻烦吗？上帝是要做这款自找麻烦的人。咱看到这个世界，你感觉足水？所一切是好的，这是出自上帝的慈悲、怜悯、疼痛。就亲像咱亲人之间，咱知影，咱亲人之间因为有疼有爱，所以咱愿意为着咱的亲人无条件来付出。就是因为有慈爱、有怜悯、有这样子的关爱在，所以咱愿意为着咱的亲人无条件来牺牲啊。我们都不完美，但是因着爱，我们依然彼此关心。所以就是讲，咱拢知影，咱的爸母毋是十全十美，咱知影咱的翁婿、咱的某仔囝毋是十全十美，咱家己国家毋是十全十美，但是伫亲人的中间，伫家族的中间，咱因为疼，因为爱。所以，咱依然彼此关心啊。所以有当时啊，我毋知影咱捌看过有一款的家庭无？迄款的家庭有可能伫少年时，还是什么款的时阵，做老爸甲后生好像反目成仇一样。可是因为彼此的挂念、彼此的关心，后来父亲跟儿子和好了啊。咱有看过迄款的例无？有可能母亲甲查某囝互相为难。但是就是因为有关爱，有彼此的牵挂，最后做老母的甲查某囝互相拥抱啊！这就是上帝的疼，这就是上帝的眼光在看事啊！这嘛是圣经一直甲咱讲的，上帝的慈爱甲信息广阔。所以不是世界不美妙，不是这个世界不好。是因为我们缺少了爱，因为我们让那个良善失去了，好不好？你看你左边、右边的人，头前后壁先无看，无要紧，对伊咧家己找一个你啊。你看你边仔的人，你甲看一个，来甲看一个，你甲看一个，你甲看一个。有人真主动哦，开始问候起来啊！无啊，无遮简单啦。你伸出你的手，看是要甲握手一下，甲拍拍肩膀，甚至给他一个大拥抱都可以。来，你甲你边爱人握个手，拍个肩膀，甚至大大的拥抱，莫坐到遐啦，来。一个手彼此台，安尼肩胛头拍拍，甚至大拥抱，安尼有好无？有哦。有啊，当神给我们的良善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就和好啊。就亲像人咧讲的嘛，这个世界黑暗不是因为它本来就黑暗，因为减少了光，没有了光嘛。所以这个世界不是美好，是因为我们心中的良善不见了。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当还有人继续咧怀疑上帝存在，当有人还搁咧批判无相信圣经的时阵，有人甚至伫咱中间的兄弟姊妹，有人已经伫基督信仰内面重新得力，有人伫信仰的内面找到目标，有人伫信仰的内面看见未来的愿望。顶礼拜日咱人顾巡点长老的事，这礼拜日佫有新的事啊！伫顶礼拜是基督会结束了后，有人咧甲慈恩师母分享。师母的足欢喜，甲我讲，伊讲有咱的兄弟，伫基督会结束了后，咧甲伊分享讲，你不断读圣经、祈祷、唱诗歌的中间，他得到释放了，
我毋知影是伊心内面有啥物款的石头放落来啊吗？我毋知影伊是拄着啥物困难的事，伫即个基督会中间，伊有看见新的亮光，得到新的即款的动力，重新得力，看见盼望了吗？但是伊甲牧师娘讲，他的心得释放了，他的心得释放了。所以咱通看去真济咱的兄弟姊妹，因为选择相信，而且用行动去参与、去追求，所以因有领受到，他们拥有了。所以当抑佫有人无相信上帝、怀疑圣经的时阵，当人抑佫无用咧起造家己的巴别塔的时阵，相信的人、愿意的人、较无的人，真多的人，他们持续在经历、持续在领受信仰给他们的激励跟感动啊！今仔日，咱的经文中间对于巴别塔，咱看到一项书，这项书咧甲咱讲一个世界的法则。这项书咧甲咱讲，世界有一个成功的法则。当一群人是有同款的思想、同款的言语、做同款的代志的时阵，有可能这个世界无啥物代志是袂成功的。当有同一群的人，因有同款的思想、同款的语言、同款的做法，当因做伙团结、力量大的时阵，你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事是他们不能完成的。但是巴别塔到最后嘛是失败去啊！巴别塔到最后嘛是失败去啊！迄个失败原因毋是因无方法，迄个失败原因毋是因无共同的目标，是因为人要将家己的利益放伫上头前，是因为人要将家己的名声放伫上头前。所以当人要将家己的利益放伫上头前的时阵，咱看到人攻击人，国攻打国啊！当人攻打人，国攻打国，安尼有好吗？当然无好啊！但是因为人将家己的利益、家己的成功、家己的名声放伫上头前的时阵，所成就的毋是天父上帝的心意啊！所以因失败去啊！只有一张表，有可能离有较细一丝啊！因为我想讲，甲跳开。甲无遐尼看起来，甲无遐清楚。这个表安尼甲咱讲巴别塔的事件，甲五旬节的事件，因的起因原本的原因，巴别塔是因为人的骄傲，因想要传扬家己的名，高举家己的名。但是五旬节是因为人顺服，想要见证耶稣的名，想要高举基督的名。巴别塔伊经过上帝互人的语言混乱，结果分散去全世界各地。五旬这个事件嘛，互人会晓讲无同款的语言，但是因为彼此听有，当人分散出去的时阵，因是去招人来正做教会。所以这个结果，巴别塔所起造的关塔受毁坏。五旬节这个结果是教会建立伫全世界逐位。咱所看到的意义，巴别塔是人想要靠咱家己的骄，想要上天。但是五旬节咱所看到的是上帝的圣神甲咱同在啊。所以这个亮点，咱会当看到就是讲，巴别塔有合一吗？有啊。人有共同的即款的语言，共同即款的目标，共同的做法，又合一，但是因中间无上帝啊。但是咱看全世界的合一，是伫基督内面啊。就亲像旧年底伫伯利恒遐有一个足盛大的圣诞点灯仪式。天主教也好，基督教也好，东正教也好，咱所有这基督信仰的宗派，拢总齐聚伫遐做伙点灯啊。咱有讲过，伯利恒主要住伫遐的人是巴勒斯坦人。伯利恒是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城市。咱看到伯利恒是巴勒斯坦的城市，就那像加萨走廊嘛是巴勒斯坦所徛起的所在。加萨走廊真变啥物样？但是伯利恒伫遐欢欢喜喜、平平安安伫遐圣诞点灯，因为遮的巴勒斯坦人，伯利恒的巴勒斯坦人有真多是基督徒啊。
所以巴别塔会失败，是因为遐无上帝。伯利恒遐的巴勒斯坦人，甲所有的天主教徒、基督徒、东正教徒，咱逐个遮的基督信仰内面的，咱拢做伙伫遐平安、喜乐、欢喜来奠定啊！所以咱通知得救不是靠高度，得救不是靠我们的行为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啊！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啊！所以上帝的话甲咱讲，来，咱搁做伙来读一遍。敬畏耶和华是财物的根本。咱搁读一遍。敬畏耶和华是财物的根本。上帝的话，几千年以来，伊的话、伊的旨意、伊的心意，拢记载伫圣经内面。旧约指引新约，新约咧回应旧约啊。所以，现在咱一年要读一遍圣经，就是因为讲，咱若会当一年快速读一遍圣经，咱毋免停留伫遐研究，看无的所在，咱毋免多一直想。咱一遍一年甲读好了，就是咱对旧约看甲新约，对新约看甲旧约，咱会当知影讲上帝伫即中间的心意要甲咱讲啥。所以圣经的话，上帝的话嘛，甲咱讲，不要停止聚会。因为每一遍咱伫遮做伙咧做礼拜，每一遍咱伫遐咧过团契的生活，每一遍咱伫遮做伙咧服侍的时阵，包括今年咱要一遍读一遍圣经，包括咱礼拜三早时有生活三经，包括礼拜四的下暗咱有祈祷会，每一遍，咱三个伫遮咧组织聚会，过一个团契生活的时阵，咱就知，咱就当体会到，因为着耶稣，因为着主耶稣，因为安尼，咱伫教会。咱有过信仰的生活的机会，咱有做伙团契生活的机会，咱会当拥有一个属灵的家庭。伫这个属灵的家庭内面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不需要孤军奋战。我无你甲你边仔头前后壁兄弟姊妹，你大声甲讲，有你真好，有你真好。是啊，有咱大家做伙足好的啊！啊，无咱看到外面的社会一言不合就打起来，国攻打国。咱看到外口的社会尔虞我诈，世界拢是诈骗。但是伫教会、伫基督这个家庭内面，咱若对焦，咱若看上上帝的话，咱的心向上帝，咱会当发现，当咱有共同的目标，咱迄个目标是向上帝的心意的时阵，咱会当发现，咱手所咧无用的一寡工。咱伫教会所咧无用的服侍，咱伫教会所有无共款团契聚会，咱毋是咧起咱家己的巴别塔，咱是咧起造一个家，咱是咧起造一个教会。这个家，这个教会是尊主为大，是荣耀上帝伫一人的家，伫一人的教会啊！安尼有好无？咱若有法度安尼做。咱就上帝国伫咧这地面上实现，咱就咧继续上帝伊创造迄款起初的美好，就会伫咱的中间啊！咱甲来祈祷，天父，阮的上帝，愿你伊伫的手眷顾保守阮中间身躯有病痛的兄弟，既然阮伫读册。伫考试的中间，伫工作的中间，伫阮的生活中间有压力的，阮嘛恳求你的圣神充满阮，来甲阮透放。愿你加添阮智慧，加添阮力量、气力，来有份伫上帝国的事工内面。也恳求你帮助阮，不断经历你的大能大力，经历你美好的疼痛。安尼感谢祈祷，拢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这是三甲来吟诗圣诗622首，至大上帝愿你带我。请起立。
请坐。即时来奉献，请陈振宇甲陈怡如执事。请起立。请坐。报告。今日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。礼拜了后，请留步到地下室做伙来享用爱餐。后礼拜的讲道是咱的新学生李慧君姊妹。后礼拜6日1月24到25。主日2，少年团契、青年团契，会去宜兰举办联合生活营，道牧师嘛会前往主理开会礼拜，愿上帝保守一切顺利平安。欢迎嘉义中学的音乐班，伫即礼拜6到后礼拜4，借用本会的场所来练习考试。本会定伫2月初8礼拜日来举行年度的会员合会，请会友会当甲时间留落。若各团契各组若有一寡报告的资料，请准备伫1月25进前交互办公室。嘛请兄弟到1楼。看你的迄个通讯录内底的住址啦，电话有改无？若有改，就爱伫遐订正。若是无毋对，就打勾。若是兄弟有收集周报的惯势，请甲你家己传的迄个周报交互陈干事，阮会当甲你免费。来订做一本，那请伫1月25以内，交互陈干事，请会记你写家己的名伫头一页。咱今年开始有一个新的服务，就是健康资讯的关怀。后礼拜日的服务的意思是蔡顺典长老耳鼻喉科，资讯的时间是9点半到10点20。团契消息，相连团契伫后礼拜日，第2场礼拜以后，伫孙立人将军官邸举行活动。
北中相连曙光伫3月初6会去宜兰头城灵修1日游，费用是1300块。若有兴趣，请徐彩秋姊妹、陈瑞明弟兄报名。大道事项就请家己读。今仔日有新朋友无？老师？明恩长老的表弟。欢迎，是宁宁执事的表弟，欢迎来到阮教会吼。会后请老婆来跟做伙食中昼。好，那即马即时来平安礼，请兄弟姊妹请起立。399首，愿上主大仁爱。
拜上帝赐福咱，佮保护咱。愿拜上帝，互伊的面的光照咱，佮施恩互咱。愿拜上帝欢喜的面看咱，想使咱众兄弟姊妹有永远的平安甲喜乐，对即时伫甲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密道闭会。